為免浪費藥物，公立醫院即日起減少每次派藥份量。新安排為病人帶嚟咩影響呢？當局最快出年第4季推出社區藥房計劃，目標每區最少5至6間。支唔支援到公立醫院病人復配藥物呢？歡迎收睇時事當面睇。根據醫管局統計，2023至24年度藥物開支係131億，但有非牟利機構舊年舉辦藥物回收活動，一個月內收到超過700萬粒藥物，回收量比起前一年增加4倍。點解會有咁多藥剩低嘅呢？病人積存太多藥物又有啲咩風險呢？79歲嘅馮先生住喺牛頭角，因為膽固醇高、腳痛等等嘅問題，要定期到伊利沙伯醫院覆診或者攞藥。每次來回醫院，佢都覺得吃力，左右腳都唔得。咁我企圖都買過一架車仔嚟代步嘅，咁但係都好唔方便。搭車個問題咧，其實都係有困難嘅，因為搭車去到嗰個落車嗰度，仲要行，都要行15分鐘先至到，咁啊變咗一來一回咧都好吃力，同埋伊利沙伯嗰度有少少斜路嘅，咁啊變咗我都即係覺得好似好論盡咁樣。如果係一來一回咧，都好費精神。為咗減少藥物浪費，醫管局即日起更改配藥安排，每次最多只會向病人配發24個星期，即係大約半年藥物。之後有需要但又未夠期覆診，就要再返醫院攞藥。馮先生對上一次覆診，醫生開咗大約32星期降膽固醇藥。新安排之下，佢將會要分開2次攞藥。都唔好咁分多次數太多咧，都覺得即係好麻煩啦。反正係應該要我哋要服食嘅咧，就即係咁樣攞來攞去咧，有時會唔記得啊。或者會亂咗嗰張單唔見咗啊，都有㗎咁樣。真係有時，就算而家我去覆診咧，都忘記咗個日期㗎。長者嘅記憶係會，即係有時真係唔記得㗎。咁多種藥咧，有機會會停咗藥都唔記得。咁如果你係發咗俾我咧，我係擺埋一堆咧，我係有個印象。至於有需要嘅時候先服用嘅藥物，例如止痛藥同藥膏等等，如果醫生開多過28日份量，今年第4季起，病人每次只會獲發2成半嘅藥，唔夠先再攞餘下嘅藥量。馮先生因為腳痛需要睇骨科，最近一次獲發1個月嘅份量，即係大約120粒止痛藥。新安排之下，佢每次只能夠攞大約1星期嘅藥。明白政府係呢個政策嘅，呢個方法係好嘅，係應該係個資源可以節省嘅都有機會。但係其實我真係唔夠藥食㗎咁樣，我都知道食得多唔好嘅咁樣，咁啊即係痛起上嚟咧都要打孖食㗎咁樣，咁啊頂住即係痛到一晚都起身，一醒咗就瞓唔到，自己出去出邊買咯。根據醫管局統計，2023至24年度藥物開支係131億，對比上一個年度增加超過6億7千萬，其中1/3用於住院或出院病人嘅藥物，剩低2/3就用於門診病人。但剩藥情況好普遍，有非牟利機構舊年舉辦藥物回收活動，一個月內收到超過700萬粒藥物，回收量比前一年增加4倍。老人科專科醫生佘達明曾經喺醫管局工作，佢話公立醫院開藥特別鬆手。公立咧，我哋見過咧，通常係半年咧，亦都有1年，最長試過425日嘅藥。譬如好多病人咧入咗院之後咧，咁好多醫生咧就睇完個發燒啊，或者一個急性病嘅話咧，佢會照抄啊。咁而家呢個好常見就係照抄嗰啲慢性藥，照抄一次嘅話咧，咁好多時會照發多一次嘅，發多一次藥嘅話咧，咁變咗個病人咧就會好多新藥舊藥咧會擺埋一齊。但佢認為病人積存過多藥物，又未能夠及時諮詢醫生，反而有風險。因為有陣時可能會錯誤咁服食啲藥物啊，或者係佢有陣時自己覺得唔舒服，自己揀藥食嘅話咧，如果呢一次過咧俾半年藥啊，或者係俾1個月藥、2個月藥，亦見唔到醫生嘅話咧，病人係相當焦慮嘅。
俾人焦慮嘅話咧，就好多時會藥物就會浪費咗㗎啦。隨時可以問到醫生，咁醫生可以俾到個答案俾佢，咁佢就會知道哦，呢隻藥唔驚嘅，冇問題嘅。呢一日，社區組織協會收到一大箱由街坊送過嚟嘅證藥，包括胃片等等，部分今年到期。負責嘅社工連偉橋話：理解醫管局減少派藥份量嘅安排，但擔心如果支援唔夠，會對長者帶嚟不便。的確係有藥物浪費嘅。咁啊，如果斬件嘅話，咁個目標就係希望派得更加精準啦。咁個方向我哋都支持啦。咁但係實際操作起上嚟呢，好多時長者佢唔係淨係睇一科，睇緊幾科醫生。如果同時都開藥，咁同時又拆散咗幾次攞藥嘅話，咁變咗即係已經好多覆診啦，又要有好多攞藥啦，咁啊變咗成日都要去醫院，就會更加混亂。而家本港有大約20間非牟利機構營運嘅社區藥房，加上大型連鎖店嘅社區藥房等等，能唔能夠支援公立醫院病人復配藥物，減少佢哋往返醫院嘅不便呢？有學者認為現階段社區藥房未做到呢個角色。遇到嘅挑戰咧，包括咗譬如佢嘅地點唔一定好方便啦，個面積有限啦，喺社區藥房咧都係限於一啲咧我哋所講嘅輕微病患。譬如話止咳水啊、傷風藥啊，或者止痛膏啊等等，咁未必能夠咧提供一個叫配藥嘅角色。有某啲嘅社區藥房咧，確實喺藥劑師上咧有啲限制，譬如話個專業人手嗰方面可能未必好足夠啦，亦都未必有一個電子平台咧係去將病患者個記錄係喺社區藥房都見到嘅。根據醫院管理局數據，2020至21年度患有慢性疾病嘅人口佔整體人口1/3，即係大約220萬。預計慢性病病人數目喺2039年之前會達到300萬。當局最快出年第4季會推出社區藥房計劃，為醫管局病人復配藥物，目標每區至少5至6間。社區藥劑師咧係將會為到醫管局去復配一啲嘅藥物。亦都提供咧藥物嘅管理服務，為病人咧去解決一啲服用藥物上嘅問題啦，提升到市民服藥嗰方面咧嘅依從性啦，同埋咧同家庭醫生同埋有關嘅地區康健中心咧成為網絡嘅。咁而政府咧亦都將喺計劃裏邊咧係選擇一啲有質素、擁有持續進修嘅註冊嘅藥劑師，並且咧係有電子設備可以同公營系統接軌嘅藥房咧合作嘅。連偉橋相信社區藥房可以幫到病人，前提係地點一定要方便。咁我哋好希望社區藥房可以做到第一就方便啦，因為講緊就係唔想病人成日去醫院咁麻煩啊嘛。咁如果社區藥房同醫院一樣遠嘅，咁啊冇意思啦。希望中間有機會同藥劑師多啲時間去溝通，去反映一啲食咗唔舒服啊、病情改變咗啊、呢隻藥要多啲啊、呢隻藥唔食啊咁樣呢啲問題。因為而家個覆診期好長啊，冇乜機會同醫生溝通到。而家喺醫管局16星期嘅處方藥物，每種只係收15蚊。以500毫克撲熱息痛為例，一般一日食4次，16星期要448粒藥，喺公立醫院要俾15蚊。而喺社區藥房，一排10粒撲熱息痛賣5蚊，16星期就要大約225蚊。黃志生認為，日後社區藥房嘅收費要同醫管局睇齊，先能夠分流病人。我哋都會建議咧，即係作為一個誘因，讓到市民咧，即係可以去到社區藥房嘅話咧，可能個藥嘅價錢咧都需要咧去考慮一下，會唔會當中有一個資助？咁譬如現時咧，好可能係喺呢個社區藥房當中咧，佢所售賣嘅藥咧，或者係配嘅藥咧，都有機會係高過咧醫管局當中要俾嘅價錢嘅。咁所以未來政府就要諗喺融資方面啦，會唔會考慮到咧都需要係有啲嘅補貼？為免混亂，連偉橋亦都建議日後社區藥房為公立醫院病人復配嘅藥物，最好要嚟自同一藥廠品牌。希望社區藥房嗰個連續性啦，即係由醫院攞藥轉咗去社區藥房攞藥，都係盡量攞返一樣嘅藥。咁病人有個連續性，唔係話呢隻我醫院攞開，而家社區冇㗎喎，咁可能有啲病人會有擔心咯。時事當面睇，今集成夠啦，拜拜。